瑞士第二大銀行管理過萬億美金資產嘅 Credit Suisse 爆煲，令全世界都驚咧2008年嘅金融海嘯再重演啊！最後由另外一間大行 UBS 救翻，但喺錄音呢刻咧就發生垃圾債券恐慌。好多人覺得咧瑞信嘅主要死因係叫客人投資嗰間 Greensill 融資公司喺2021年宣布破產，令本來係白武士嘅股東沙地國家銀行失去信心，停止投資。其實呢單只係一個觸發點，瑞信嘅管理問題早喺10幾年前已經出現㗎啦，而且近幾年咧就爆咗好多醜聞，仲要處理得好肉酸添，令到啲投資者同埋政府咧對呢間106年嘅老牌銀行慢慢失去信心。大家好，我係阿 Ben。今次大家一齊幻想下自己變成國際有錢人，試下代入佢哋嘅身份，諗下如果放咗錢喺呢間銀行投資，幾年間唔止蝕錢，仲見到一堆醜聞嘅感覺，咁應該大概就會明白咧點解佢哋會跳船，然後瑞信就會爆煲啦。開始之前戴翻個頭盔先，自問唔係財經專家，跟住講嘅嘢咧係根據英國傳媒嘅報導，然後自己整理出嚟嘅，相關嘅報導連結咧就放咗喺下面。歡迎留言指正同埋討論。先講下呢兩日債券恐慌係咩嚟？呢一兩日所謂嘅垃圾債券呢，其實個名係叫應急可轉債。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呢，各國嘅銀行呢為咗防止呢萬一再爆煲要靠納稅人填數啊，而創造出嚟嘅投資產品，目標客戶呢係機構投資者。呢種債券嘅特色呢係投資者買咗呢類債券之後呢，得到嘅利息咧就比一般債券高嘅。如果銀行出現問題，例如資本低過法定要求，嗰班投資者咧就可以將呢啲債券咧變成股份，即係佢哋會自動變成白武士頂住先。同時咧呢類債券咧喺銀行破產嘅時候咧，通常咧債務權益咧個排名咧就比其他債券高嘅。不過風險咧就係銀行喺執笠嘅時候咧，銀行係可以優先撇除呢類債券，令佢哋變成廢紙嘅。本來你唔買得㗎。不過我可以幫到你，依照銀行規矩，以下我哋嘅對話需要錄音。陣間我問你任何問題，你只需要答清楚明白。清楚明白。去到而家嘅爭議同埋恐慌咧，係雖然咧瑞信咧俾 UBS 救翻啊，理論上係唔係執笠噶嘛，但瑞士金融監管機構咧就首先撇除呢啲債券。咁就等於令成班債券持有人咧，連換翻做股份嘅機會都冇。咁當然咧就好多爭議，就準備法律訴訟啦。同時咧，因為其他國際性銀行喺金融海嘯之後咧，都有發呢類債券嘅。咁而家啲機構投資者終於發現咧，原來政府監管機構咧都有權介入撇數嘅，咁就覺得風險更加高啦。瑞士從來都係真正嘅國際金融中心，多年嚟咧都係服務世界上最有錢、最有權有勢嘅客戶。而兩間支柱私人銀行咧就係 UBS 同埋 Credit Suisse 啦。歷史話俾大家知啊，銀行總會有好多貪婪同埋唔乾淨嘅操作嘅。問題係點處理善後，再包裝翻自己嘅信譽。對於瑞士呢兩大銀行嚟講咧，從今日嘅結果去睇咧，瑞信咧就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好似以前咁玩，即係為跑數而不擇手段。而且啲醜聞咧，去到呢4-5年咧就不停咁爆出嚟，仲要管理層咧處理得好肉酸，令啲投資者同埋客咧就冇晒信心。喺2019年，當時嘅行政總裁 TJTM 委任 Iqbal Khan 做財務管理主管，不過之後咧兩個咧就反咗面啊，但原因咧就非常中學生鬥氣嘅。不過呢件事件咧就引發咗跟蹤竊聽醜聞 Spygate 啦。事源係 Iqbal Khan 上任之後咧就打算搬去蘇黎世湖邊，住響行政總裁 TJTM 間屋正隔離。不過佢買咗間屋之後咧就諗住拆晒佢重建。普通人隔離屋裝修幾日咧，聽到啲聲都會燥啦。對於瑞士第二大銀行嘅行政總裁嚟講，俾下屬咁樣嘈幾個月咧就自然火滾啦。去到 Iqbal Khan 間屋起好之後咧，TJTM 咧就更加唔滿意咧，對方隻窗咧就對正自己屋企望住晒。為咗報復啊 ，TJTM 咧就喺自己間屋企範圍咧就種咗好多大樹遮住對方隻窗。不過咧就同時阻住 Iqbal Khan 間屋嗰啲湖景啦。就係因為間屋嘅爭拗 ，Iqbal Khan 自然想唔撈啦。咁啱 UBS 又諗住搶人才喎，喺新仇舊恨加埋之下咧 ，TJTM 咧就下令全方位監視 Iqbal Khan。唔係留意下咁簡單啊，係揾專業嘅偵探全天候跟蹤，
事件爆出之後咧，就發現咧原來瑞信監控咧就唔止 Ibukan 一個咁簡單嘅，係有系統咁監控高層人員。結果 TJTM 啊當然要落台啦，負責嘅董事亦都俾人炒咗。不過奇怪嘅係咧，負責嘅私家偵探咧就自殺死咗。響 Spygate 醜聞爆出唔夠1年之後，2021年瑞信就遇上今次爆煲嘅導火線，令客人輸錢自己輸埋信譽嘅醜聞啦，就係 Greensill 融資公司宣布破產。首先講下 Greensill 係咩公司嚟嘅，大家應該知道信用證係咩概念，即係銀行做咗廠同買家嘅中間人，負責找數，從而賺些少手續費同埋利息。呢個模式對銀行嚟講咧，只係一個服務，冇乜大錢賺嘅。對於啲客人嚟講咧，多年嚟咧都係比較慢，要等銀行批。Greensill 嘅大橋咧就係供應鏈融資，即係喺銀行同客或者機構同埋借款人之間咧再做多重中間人。喺銀行批錢之前咧，就先俾咗錢個客先。對於銀行同埋機構嘅風險咧就係不變嘅，但係對個客嚟講咧就錢快咗到手。喺 Greensill 嘅角度嚟講咧就賺咗時間同埋越滾越大嘅金錢波啊！咁中間攞嚟轉啲錢喺邊度嚟呢？就係債券啦。雖然未必係老千局啊，但正常人聽到 Greensill 嘅生意概念，大概都會諗到有風險同埋賭博成分。賭嘅銀行同機構最終都會借錢，但係當時咧瑞信咧就同啲客戶講 Greensill 嘅債券咧風險好低，結果咧就輸咗啲客100億美金，成為銀行歷史以嚟最大嘅醜聞，而且仲要賠翻錢俾部分啲客添。其實 Greensill 破產喺英國嘅醜聞咧係仲大單嘅，因為前首相金馬倫曾經係 Greensill 嘅顧問，如果間公司唔執嘅話咧，酬勞咧就相等於7000萬磅嘅公司股份。喺疫情期間咧，金馬倫咧就涉嫌利用黨內嘅關係，跨過正常審查，逼當時仲係財相嘅 Rishi Sunak 咧考慮用 Greensill 做疫情支援政府貸款嘅中間人。雖然咧英國政府之後真係冇用嘅。但係對於金馬倫同埋保守黨嚟講呢，就係靠關係嘅政治醜聞啦。喺 Greensill 宣布破產之後3個月，美國韓裔標關成立嘅對沖基金咧就宣布破產，然後支持佢嗰班銀行咧先知道標關咧係用非法超額槓桿投資，賭緊嘅係1600億美金。而瑞信咧就係最大嘅金主啦，標關嘅對沖基金爆煲咧，就令瑞信輸咗55億美金。3個月之內咧，再打破多次公司嘅紀錄。其實無視標關風險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喺亞洲同埋歐洲咧金融界咧識得人多啊。瑞信啲高層咧就唯有遷就佢，隻眼開隻眼閉，繼續課金供應俾佢賭啊。3個月之間面對2單輸錢嘅醜聞，瑞信為咗挽救投資者嘅信心咧，就揾咗國際律師行咧進行內部審查。審查結果梗係話公司文化同埋風險管理有問題，要改革啦。所以喺2021年，董事局同埋股東咧就決定由前英國 Lloyds Bank 主席 Sir Antonio Horta Osorio 做主席，推行改革，但係都係瀨嘢，引發另外一單醜聞。因為 Sir AO 響金融海嘯之後咧，的確挽救過英國嘅 Lloyds Bank， 本來係適合嘅人選嚟嘅，但係咧就輸喺文化差異同埋風格上面啦。要明白瑞士銀行家嘅生活作風咧，相對英美嗰啲咧係冇咁浮誇嘅。而且瑞信當時輸咗客咁多錢，最需要嘅係重建公司文化同埋挽救信譽。大家唔好忘記當時全世界都係面對緊疫情啊。但係 Sir AO 上任之後咧，就俾小股東組織發現咧，高密度咁使用瑞信嘅公司私人飛機來往2個祖家英國同葡萄牙探親同埋玩。最癲嗰次咧就係違反英國嘅抗疫規則，一日內睇完溫布頓網球，再去睇歐國杯決賽意大利對英格蘭。結果咧佢就被小股東組織批評而下台啦。去到呢個時候，瑞信嘅醜聞咧同埋黑歷史咧就越爆越多。其中一單咧就係莫桑比克嘅吞拿魚債券事件。莫桑比克咧就有間公司聲稱就起吞拿魚工廠同埋建立保護漁船嘅自衛船啦，就向國際性嘅銀行咧就借咗20幾億美金，而莫桑比克政府咧就繞過咗國會，好神奇咁成為咗呢間公司嘅擔保人。之後吞拿魚工廠梗係冇影啦，而啲錢咧亦都唔見埋，搞到莫桑比克政府要孭起呢條數，引發國家經濟崩潰。因為國家信譽破產啊，連國際援助都冇埋。
冇錯啦，呢單嘢呢，中間人同埋貸款嘅呢，又係瑞信，期間仲發咗30幾億吞拿魚債券，等同幫老千使錢一樣。去到2022年，有啲客同埋小股東呢，就自己揾人查瑞信嘅行為啦，發現銀行其中一個熟客呢係保加利亞嘅毒梟，唔使好深入咁調查，純粹用 Google Translate 咧去睇下保加利亞當地嘅新聞呢，就知個毒販嘅所作所為噶啦。可想而知呢，瑞信呢對於風險審查呢係冇嘅。響同一年，瑞信超過3萬個客戶嘅資料呢就流出，被稱為 Swiss Leaks， 唔知係客戶私隱嘅問題啊。最大鑊嘅呢係全世界都睇到多年嚟瑞信交往嘅毒販、走私、人口販賣、黑金富豪同埋獨裁者嘅大客。事後瑞信呢承認呢流出嘅資料呢係真嘅，不過就話呢90% 名單上嘅客呢喺2015年之前呢就已經取消咗戶口啦，但係剩翻10% 呢調查緊，即係仲係客嚟嘅。對於銀行嘅信譽、客戶同埋股東嘅信心打最後一口棺材釘嘅呢，就係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啦。瑞信呢就鬼鬼祟祟將一堆遊艇債券呢向部分機構推銷。原來呢，瑞信呢係有借錢俾部分俄羅斯黑金富豪呢起超級遊艇嘅。問題呢就唔止係借錢起遊艇嘅風險有幾大，而係點解喺敏感時刻鬼鬼祟祟出債券啊？更令人覺得呢，瑞信呢唔止係想減低風險，而係想隱瞞借錢期間嘅操作。好啦，聽到呢度，如果大家係瑞信嗰班有錢有權有勢嘅股東同埋客，或者係沙地國家銀行，響已經輸咗咁多錢嘅情況之下，再望住呢3-4年呢堆醜聞，係咪開始明白點解佢哋情願放棄有間銀行爆呢？好啦，呢條片完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